包括这个超商卖场、百货公司，拢来推出着过年的福袋啊。这个百货公司的福袋啊，是电动机车、甲16万的礼券、甲电器用品。啊，那卖场甲超商的上大奖是300多万的轿车。每年我农历过年时阵，业者拢会有福袋啊。今年包括超商、大卖场、百货，拢总有大奖。今年过年想要换新车吗？有业者推出买福袋就能够抽电动车的好康。除了电动车，还有另外一台高级修理车，2台价值300多万的车。消费者不管是买200块的福袋啊，也是用价值5000多块的电机箱啊装的1200块的福袋啊，拢有机会来抽奖。因为新年的第一天，那一开门就有一大堆人在门口排队的话，对做生意的商家来讲的话，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征兆啊，所以我们觉得这是蛮好的一个仪式哈。除了大卖场、超商嘛有好康，推出4种无同款的福袋啊，除了有人气金牛福袋啊，还有授权漫画和漫威，还有3C 品牌的福袋啊。好，我们这4种福袋呢，都有我们的这抽奖券啦。那民众呢，只要购买我们的福袋呢，里面都有一张抽奖券，就可以登录我们的序号。上网登记上大奖会使甲这台价值250万的车驶转去。花莲的百货公司嘛要抢过年福袋的商机，不过和过去相比是送汽车，今年敢若电动汽车，互人感觉福袋啊敢若求水。不过业者讲总价值无减少。今年把它拆成双特别奖，它整个的价值是比去年的那个车子的价值还高出30万。不过受疫情影响，未少的民众烦恼排队买福袋啊会有坏掉的风险。业者嘛表示会拍拼来防疫，希望会使让民众一个安全的环境来买物件。